另外，这方面政治消息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阻止台湾民众党了后，最近政治的支持度民调超过时代力量，可能有机会伫咧明年国会变做第三大党。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徐永明前一天伫咧警惕台湾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，讲伊希望台湾会当上好嘅人家支持，也佮含财团做伙食饭。资源遮尔济，哪会当讲是民众党正口，今世是倒口一起一起？郭文哲在记时冇详细的回应。 李嘉芬的农舍你怎么看？李嘉芬的农舍哦，没有啦，我还是这样的哦。有时候在选举过程当中嘛，就一次一次让他看到说那个叫格局的。坦白讲，要选总统大位的人，不要为了那800万在那里纠葛，这个会。但来讲哦，你为了要选总统，人为了800万，你在那目的来要看破卡去，战略错误。坦白讲，你说的看破手脚，就是说没有啦。其实如果重来一遍，这样。 就拆掉就算了嘛，就人家说弃车保帅，你知道哈？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就纯粹选战的战略来看呢，这个动作是不对的，你就拆掉就算了。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说，苏家觉得农舍合法却拆掉，他们违建却卖掉。没有，这就是哦，有一句话，舍得啊，要舍才能得，你知道？这个纯粹从选战的技术考量，你知道哈？这个举动是错的，因为你。 人讲啊，你要选总统的人，啊，佮为了800万，这样安尼写来写去的，那个跳掉的纯耍了些。市长，你现在是不是希望建议郭台铭来跟亲民党合作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建议。其实这样的哦，郭台铭，我说老郭跟老宋一定比我跟他们，老宋我是常常跟他定期会跟他聊天的啊。但是我猜了，老郭跟老宋一定更熟，所以如果他们有什么要计划，不需要透过我。那你是不是觉得偏蓝？如果郭台铭他要代表亲民党出战的话，他可以拖到11点才表态。如果郭台铭要代表亲民党出战的话，他可以拖到11月才表态。那你会在9月的时候才表态吗？就表态吗？因为你之前说9月1号就要表态。那反正像郭台铭不在台湾嘛，等到回来有机会，还是跟他谈一谈。那你呢？他谈一谈再讲啊。那你9月1号会表态吗？今天几月啊？今天8月29。我还有2天呢。所以会表态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对我来讲，大概9月17号是电弹的，这是最后的这个叫截止日嘛。所以9月17号以前，反正就收集资料看看嘛。所以现在会有讨论到立委选区的布局吗？讨论到立委选区的布局吗？因为偏蓝的是不是如果提亲民党的人会比较合作的话，会比较有机会？什么？偏蓝的选区如果跟亲民党合作，提亲民党的人比较有机会。 我听不懂，因为亲民党在目前也没有说跟民众党要做什么策略联盟，也没有讲过啊，所以那有谈到吗？没有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好像每个政党要选也是各自去选，目前都没有那个什么叫政团啊、政党联盟的那个概念都没有。市长，现在学姐参选的意愿其实是低的哦，那你怎么看？说现在呢，民众党的提名各个立委，是不是现在遇到了困难？ 哇，一个小的政党啊，新兴政党，其实一开始要找那么多过分量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都不容易啊，这的确是个问题啊。如果他不想选的话，你还是希望他出来选吗？不会啊，我们跟他谈谈看嘛。像你是认为蔡政府花1.6亿元买这个F16战机，是效果不是很好？1.6亿不止吧？对。啊，那个大概，他第一批是2400亿的，没有，我跟你讲哦。国防是这样的，美国会要我们买什么，这个还是没办法。不过这样的，我那次去那个世贸馆，我看那个国防工业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如果问我的话了哈，网军跟无人机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是无人机、无人潜舰，你知道吗？无人载具的哈，这是我们比较符合台湾，因为台湾的 ICT， 你知道吗？自动性我们在世界上还是强国的哈。所以。 在发展国防过程当中，要善用自己的优势。还有一点是说，如果我们全部跟美国买，那就钱付给他，我们本身的产业，我们台湾自己的产业没有发展嘛。可是如果拿1000亿出来，你知道，比方说我要投资无人载具，你想想看哦，因为我们台湾自动性这么强，丢1000亿，政府1000亿的采购案下去，我们整个无人机的或无人潜舰这种发展，它本身就可以足够
壮大我们自己的产业嘛。另外一个是网军呢，其实网军还是要跟，我觉得以色列还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。我应该找个时间再去看看我们那个以色列大楼目前的作业状况。我们在花博一个以色列大楼，当时就是想要在台湾设一栋可以跟以色列对接的机构，所以当时我们在花博有一栋大楼是特别就是跟以色列合作，找机会再去看一看。是的，亲民党和郭台铭主张都是捍卫中华民国，你亲民党跟郭台铭的主张都是捍卫中华民国很像，那你也是吗？那我们不捍卫中华民国，我们要捍卫什么？所以就这个点3个人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中华民国在目前的台湾政治上还是一个公约数嘛，这没办法，所以我说国家嘛，国就是中华民国嘛，家就是台湾嘛，这个大概国家这个概念呢，大概在目前台湾政治上大概是公约数的最大公约数的，大概就是这个。蔡总统面对你的台湾意识质疑，他说人民不是选他来当名嘴或斗嘴。对啊，昨天我问那个小英总统，我说关于那个台湾价值嘛，他有回答嘛，但是我看一看，他说什么台湾价值是坚持民主自由，还有什么要台湾的主体跟安全，那我就问嘛我们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是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？我们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是要保卫台湾的主体跟安全？那所以我就要问你了那我以前做的哪一样不符合台湾价值？你说看好了。那直接问他，我做的哪一样不符合台湾价值？